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欢迎收看《安平方法》。人的一生常常有好多转折，有的人的前半生、从后半生過都無同樣嘅日的，佢每樣的有搶到喺天命發身上，有人也險氣把自己人生轉折出無同樣嘅風景。天命發身上好。大家好，我係他的高雄的天命發。你今日看到嗰度人嘅作品吼，大家我都冇看到嗰度作品。你一開始都做評補啊，那東西咩？哦，唔係，我一開始就係做代課的老師，我做過旅行社賣機票的小姐，我沒做過行政工作人員，沒做過保險業務，最後我就來到一個潛能訓練公司，喺地方上班。嗰時做嗰度東西呢，吼，咁做下你嘅事業地位，後來用嚟做呢評補啊，你嘅行業嘅咯。我係簽名一個公司嘅老闆，佢就冇去做嘅，佢去大陸做發展，我就想快嚟，我要35歲，我用辦我冇好前條路，我就想有乜嘅興趣做的幫我做一生啊，我簽咗陣先。所以我就去學評補。咁當初學評補嘅時陣，有想過做到樣嘅一個長途冇？哦，我一開始就想講做欣賞冇，做一生人。做得做評補嘅欣賞冇？係。咁我想到我希望做欣賞，有啲人學東西，我希望講東西可以拿去賣啊。咁我講，我學評補，要做評補嘅欣賞咯。我哋心理學成長嘅過程我親去做欣賞。唔該，我做欣賞。就係將我學習嘅東西分享俾大家，呢係我親愛嘅事情。我哋以前開始學東西嘅時候，有啲講，今日你學做sản婦啊，本身我咪個學做量sản婦啊呢。咁做我冇想講呢，以設計sản婦。做評補啊，那些東西。我結果冇按愛講啦。我要做東西，做東西佢做得消磨我的時間，沒有成就感。嗰時我做東西直接。我去做評補一開始我就係學證書。學證書嘅。對。評補有證書。係。嗰時唔幾時都有啲想法都講，我今日嚟學評補。我沒愛學來，我來買一多錢，但是我後來我可以教人，所以我教人一定有證書，就想見我做欣賞我有啲教師證樣嘅。係啊。嗰時有後來有去考下你嘅，去認證下你嘅證書啦，係咪？評補唔是考，評補唔是考，你就把所有的作業好好的做完，做好誒。欣賞就做得拿證書咧。我哋啲評補吼，係我哋人類過去做以前都有嘅。其實評補一開始嘅起源，如果把我哋嘅領頭嘅部位去把它評上來，咁經過我哋嘅評補嘅發展，咪係用我哋嘅領頭部位嚇。一開始是安尼，我學嘅時就唔係。你唔係？係。將我哋今日帶到現場嘅天地群嘅一個評補嘅東西，我哋都從我哋真係看過都無窮樣。我哋以前看過都我哋可能都做一啲視覺線啊，冇都做一啲連線啊，咁樣線嘅，然後把嗰種無窮嘅石嘅布誒，往日本布啦，布提包窮下。可是我而家看到有位天地群嘅作品，而有位呈現嘅方法都同我哋感覺到都無窮樣。係無窮樣。有一種我能講馬賽克嘅一種方法去啲，我用講拼出來係咪？係啊係啊。從拼下你嘅作品，一般上有乜嘅特別嘅技術冇？有，人做馬賽克之前唔講嘅三角形啊，三角形咧，四角形咧，四角形咧啊，你係基本功。嘅基本咧。一天愛安尼學起來，將要發出去做後背你安尼設計。唔講嗰啲基本係講量的功夫係基本，還是講拼的功夫係基本？拼的功夫係基本。係，還有配色。配色。係。我配都講來。係。馬賽克佢是你有看到佢清槍嘅相片冇？係，你嗰陣啊？係啊。係嗰種相片用安整。所以
故说的吼，演员可以去摕按奖的相片，哈，过来做电脑分色。哦，天脑粉色。嘿，做过来呢，演员的布料，只有按度线的，演员要去分色。故事我先把事情来解清楚讲。今日我哋拿到一种相片，我哋做安尼马赛克一种平布的视觉体验，我哋做天脑的粉色。嘿。天脑粉色的意思就讲，我哋要把我哋的相片底部，好油墨嘅色色，把伊提对层面都嵌喺啲排孔下。咁阮啲层面都嵌喺排孔下以后，我哋布按用嚟提配合咯。布嘅咩要粉啊？布嘅要粉色，好係買一份沉淺。对。漳州还有电脑分色要写数字。哦，天脑粉色，而且对，譬如讲，我哋嗰簽嘅係1號，嗰層嘅係9號，而且你寫上去。演員嘅布料咪係咁樣。布料嘛粉號。粉號咪會寫1、2、3、4、5、6、7、8、9。哦，嗰時我哋天腦粉色以後，我哋如果把我哋嘅布料做粉色，對層嘅都簽嘅，開始做粉色。粉色以後，就像種拼圖用啊，一啲啲填。做就簡單嘅。做都簡單嘅。演員就排上去。但是我哋而家講嘅嗰種係湖拍嘅部分咧，可是我看到人家嘅天地卷那個地方，伊有彩色，彩色我用嘅粉色。我就拿那個手機啊，同佢變到黑白，彩色咧不排好，演員就按你翕到變黑白。嗰時可能我哋今日看到嘅綠色。可能伊邊湖拍嘅時節，如果個層，我哋看到黃色，伊邊湖拍嘅時節，可能都色如果淺嘅色，然後再用安尼色嚟好埋一齊堆上去，係安尼意思。我覺得技術，技術夠厲害呢。當初我想到安尼技術咯。我有同那個美國嘅欣賞學，台灣也沒有一個欣賞學。嗰個。美國的欣賞學係大部分係學用嘅伊個。美國的欣賞學其實伊個電腦軟體。伊個電腦軟體。分色的軟體。台灣的欣賞學流動其實講係用嘅拼接。用嘅布料用嘅分色。也按太重，伊分係按度格，天腦地部都分按度格係咪？也差唔多分度格。大概有將近1萬片。哦，安尼要1萬片，嗰都差唔多100格乘100格呢。差唔多。因為伊個正方形的作品嘛，嗰時安尼馬賽克安尼作品，除了用布的以外，因為這方來看，技術都有啊嘛。好，先分用天腦粉色，好分看那做得快，後來如能用裁刀，好把嗰度先布塊先裁好。咁除了用布的以外。唔係用乜個東西嚟做呢東西？將瓷磚咪做得做，我有一擺同我嘅朋友啊，做搞嘅吐司。吐司。吐司佢有一道色咩？有巧克力的啊，草莓的啊，有麥的啊，牛奶的啊，就有啲深淺嘅顏色。個吐司要用嚟拼出乜個東西出來？拼一個銀香。白冰冰的銀香。吐司呢，我哋吃的東西嘛，可以拼出一啲銀的相片。咁用做白冰冰咧，把拍色嗰度。係啊。瞎拍啊。係啊。差唔多一台作品。佢淺細哦，比 A4 還要細。個角嘅0.5公分而已。嗰個吐司本身都要提切得暗細哦。就用菜刀切0.5，很小很小。吐司切0.5。咁如米咧，如切得個油啊，希望鹽，於是我切白嘅可能攰一線嘅如果做係。佢油嘅較太角，油嘅較細角，淺細就0.5。按頭都講有用過竹嘅，係咪有瓷磚同竹嘅？也有串珠。串珠。係。串珠我用係去做安尼東西。我哋一排第一個號碼買哈，我的珠珠也是分色。安尼個啲啊，一路先用天腦一啲粉色以後，然後隔尾嘅係抹個色的珠嘅，擼啲擺上去，然後切穿放落以後，吊放落擼一啲像墨一樣嘅一啲珠嘅墨。一串一串啊咧。
可是其实睇做下嚟马赛克的一种发展里边，感觉可能如把品布变成一个画布样的，你希望在画布上面画出无同的东西。可是同样你看到的迄个天理卷的一个作品，除了天理卷以外，咪有做乜嘅？佢有神奇的一个作品。我有做过我妈妈。妈妈，我妈妈睇啲山度、南庄，佢喺客家人嘅吼，啊有一摆吼公演啊做专业，佢做啲罗皮板啊，在设那个罗皮墙，我做我看到吼安江，我妈妈落嘅，我想要吼做一个作品，做一个纪念，然后看到它，我心里会很温暖。嗰時你做嗰嘢嘅線啊，係咪？你哋塑羅皮板嘅線啊，還是講也面線？塑羅皮板嘅線。所以啲塑羅皮板嘅線咧，你哋做出啲品布。佢做啲無糖。做啲無糖地方。啊，帶啲豆粒，粒嘛，啊，做啲親像人細三樣嘅。做。啊，除了媽媽以外，我咪有做過乜嘢嘅東西？我還有做過藝調架。調架咧？係。因為我調架吼，時時做無啲副卡。喺捲業嘛，吼，係捲業。後來佢退伍吼，就去大陸工作。佢我做不一樣嘅事吼，我哋有甲狀腺亢進，就生病。生病嘅時候就有憂鬱症。啊，憂鬱症我是有同佢講吼，經常要佢轉來。佢都冇轉來，而家是在補推還是在體力？體力。佢以前體力嘅。該時間我經常傷心，很傷心。會傷心。也是常常哭泣。那為了度過憂鬱期，我就更投入在工作裡面。其實我很想依靠他，可是必須獨立，所以有時候。會有很多的悲傷，沒辦法說出來。對於好多美髮先生嘅故事嚟講，伊哋看向嚟伊哋簡單嘅品布嘅作品，其實後背有幾動人嘅故事。美髮先生為帶幾多個精彩嘅作品，休息一下，等一下我等到來看。在日本，他是藝人，轉做拼布，非常的知名。那我就用他的人像來做。前一天布展，他就看到了，他好開心。他說：“我一定要跟作者合照。”歡迎過來安平風法，好多美髮先生帶來天理卷嘅作品，講我哋關於童年嘅故事。睇下我哋美髮先生為嗰度嗰精彩作品。美髮先生除了天理卷嘅作品以外，咪有做過乜個東西？我後來吼想要個做夢想用嘅，叫做曲線人像。曲線嘅人像。係啊，啊咧呢我。頭一擺做第一個作品吼，我做日本嘅日本嘅沙狀看，佢講哦，你愛新嘅東西哦，來日本展覽好了。伊很用一種這麼樣的曲線嘅影像咯。其實它其實跟這個馬賽克哈是一樣的原理，只是說我不用一顆一顆去排它，而是把它變成色階之後就直接拼接。曲線的樣子。嗰屬於咩？一啲正方形。係。伊係曲線呢？係。好多香港人睇後會看到安尼，係咪？係，在這個電腦分色的時候，只分色，不做馬賽克的這個濾鏡。係。咁伊冇做馬賽克濾鏡，咁唔攞地講，哪一部分用乜嘅色去台灣嘅東西？佢嘅這個原理哈，同馬賽克是共用嘅。唔過我去縫它哈，所以我的色階只有5個色階。哦，那排成5個色。
个section 哦，譬如讲彩色的部分，彩色的部分哦。通那个马赛克共用。哦，嘛係用是翕，然後可能顏色，可能係牆色，伊可能都上坡，哦，安尼去吊上去。係。哦，可是像安尼東西，對一般平埔嘅人來講，應該冇看過安尼東西，因為看到都一般平埔看到大部分都正方形啊、三角形安尼來吊，咁咱嚟吊出一啲曲嘅曲線咧，好慢慢安尼。咁伊平常伊要用嘅地方，我一片部分要兼用嘅一啲布嘅線。哦，你也做會專業了。佢全部喺頭前哈，你電腦分色誒專業，嘿，對，用電腦去把它畫出那個明暗來。嘿。咁你發現唔係講，你要做一太長嘅圖形，如果顯現出一太長嘅字。嘿，哦，而且那個大圖輸出。做多大就要輸出多大。因為人哋有時講人哋做馬賽克方學生可以是講1比1，譬如講啊，可能用一啲西裝嘅線把100格，然後啊，如1比1的狀態。可是你不用變成係曲線嘅時候，都冇辦法嚟做。冇法頭。嗰時我而家做一態嘅作品，後背嘅一啲字形。如何安排？係字形如何安排？咁你冇個困難。較困難。較困難。啊，不過做是我教學生嘅佢。高景用的風哈，給製作得做出來啦。專業的部分還是在前面。就是影像處理的部分都還是要我來做。嗰度都是人講，像安尼東西，那去日本嘅一啲沙裝看，伊看到感覺怎樣？佢親歡喜講，唔是看過。冇是看過安尼東西。他就邀請我到日本去展。可是日本人其實嘛冇做安尼東西。冇人做。我跟台灣之光呢吼。當時我只是創作第一個作品。他邀請我去展，我說只有一件。他說沒關係，你趕快找一堆人教他們做。哦，很以前13年來做天頓做安尼東西。台灣人還是日本人？台灣人。台灣人嗰時幾時節，日本人嘅學生嚟簽嚟做咩？啊，全部都做16幅作品。16個，全部都係瑪麗蓮夢露還是講？冇共用的人。冇共用，有太多有用的人。都是很有名的藝人。很有名的藝人，譬如講，對，有看到一啲奧黛麗·赫本，係咪？奧黛麗·赫本，然後還有瑪麗蓮夢露。好。那因為在日本展出哈，所以我有特地選一個老師，在日本他是藝人，轉做拼布，非常的知名，那我就用他的人像來做，那展出的時候很特別，前一天布展他就看到了，他好開心，他說我一定要跟作者合照，嗰時事先冇提講。冇同佢講，冇提講，嗰時看到嗰時當然都會幾歡喜。係。咁你差唔多展幾久啊？3年，嗰係國際拼布展。係3日天。3日天。係。咁如對日本古來下，還是講，也作品咪要睇。唔係，你按度嘅作品嗬，社長嗬劉英年。係哦。佢本來講嘅還有一個國際展是。橫濱拼布展，係我哋2展，啊還有我唔哋嘅，叫做日本到處去巡迴展，1年才回來。咁嘢就唔真係按照嗰啲過程，地方有乜嘅鬼神奇嘅故事嘛？譬如講，有啲人看到啲東西，感覺到佢有意思，還是講？我睇100展嘅時候，有2個欣賞，我也都有安排個解說。2隻欣賞吼，全部都搞工哦。佢要來台灣，嚟去學習。你日本看到真歡喜，佢就問我啊，你用嚟做啊，我當時很感動，因為老師都很資深，年紀很大，還詢問我覺得他們很好學，那個精神我很佩服。還有另外一個老師已經快80了。他在日本也是拼布的國寶級的老師，他也是很熱情的來問我，可是唔講，以前搞過你欣賞，而家翻過嚟冇人講，啊，咁有很多東西一樣嚟做，係咪？係啊，其實你即個感覺到
归通还是讲？真欢喜，嘿，还有吼，今日学习的心情吼，态度，做伙爱学习的一个对象，嘿。唔好讲即个已经迄个态势诶，吼，我哋想讲，我哋唔爱思考嘅，我哋最厉害嘅，但是伊能看到新的东西，好困难的。以前我教过学生嘅，但是伊做出新的东西出来，伊还是可以学习。系。唔记得学生嘅大部分很用嘅伊啲嘢。证书班嘅学生嘅。伊啲研究。同爱学了基本功嘅。系。伊哋咱嚟教同，咱嚟教伊如学生啊，安尼学，如一天摸下，还是讲。伊就会有某个困难的问题。一步一步教技术个，吼。啊，毋过呢，压线吼，按奇怪，我一个学生个吼，伊就学伊球就学唔起来。乜讲就压线啊？压线就像人用缝纫机有没有？挖土用诶。用缝纫机挖土哦，让人压线。甲缝纫机挖土同一般的挖土差一点哪咯？换不同工具，换不同的工具。对，压线哦，会挖土，就会压出来，系，唔会挖土吼，就压唔出来。哦，安尼我哋想讲，因为通常我哋看嘅量辅作品嘅时候，我都发现讲，可能你老师讲嘅压线无压嘅无平样，像嘅奥黛丽赫本嘅吼，伊如果简单的嗰种圆的压线的方法，可是我哋睇嘅玛丽莲梦露嘅时节，你发现伊也要。后背的图形都quite丰富，好有的迄线条，好有的迄看一看的东西，你后面都压线的一个方法。系，该做系压线。压线最主要的功能是嘛东西？它有美化的功能，实际上也是把布3层合在一起。啊，3层。但是它有最重要的一个美化的功能。咁做嘛压线感觉对有的学生系困难？佢做。我本来咩唔知，嘿，有一摆吼，我睇毛诶，吼，佢亲细嘅做因挖土，亲会挖，嘿，佢看到我做啊，佢讲，阿妹，我咩上去烘呢，吼，用缝纫机做的挖土，按线机啊，吼，我做教佢唔是用过了缝纫机哦，我教佢半点钟佢就查一个图画出来，我就讲。按奇怪，人用唔是练习咯。我学生吼练习按多张眼吼都唔会呢，系。佢讲我会画图啊。哦，嗰时候你都发现到讲，其实会画图唔会画图，喺压线嘅时间，你可以压出；有会画图嘅人，你可以压出嗰张嘅线。係。唔会画图嘅人，你压线嘅时候都压唔出来按张嘅线出来，系咪？係。嗰时候简单嘅话，如果从头教人嘅学生嘅。画图，系，我教佢画图。怎样嘅图？像俩我画一个某个图形吼，做个安尼一笔一笔教佢画。系，画出来在纸上先练习哈，练习够了再去用缝纫机压线，系，足简单嘅。咁而唔好讲先生还是来教平布嘅呢，还是来学平布嘅呢，咩来学画图嘅呢？啊，佢要压线就会画图啊。好，要压线就画图，可是你学生啊，还不能抵安尼嘅东西，系咪？系，你只学生嘅吼，其实还唔会画啦。啊，我后来吼，认识到一种一种叫做缠绕画，我就同佢讲，我学了，佢有步骤教学，唔学吼，学过嘅人压线就会顺嘅。哦，缠绕画系咪？缠绕画。缠绕画啊，吼，佢差唔多喺3年前，我哋喺台湾過分享嘅一種技術。乜冇講呢種技術啊？一種畫作，伊如果簡單嘅一種圓形、四角形、線條，差唔多喺前年嘅成品啊，同我哋嘅金色銅，嗰種太素朴嘅，從我哋畫作裡邊賣過好。佢做乜嘅會把平布同我哋纏繞畫đều強下咯？缠繞畫嘅底部吼有意圖嘅圖形啊，吼，同人嘅壓線嘅圖形吼是共用嘅。係呢吼，看方嚟共用嚟。係，啊，佢有一個好處就係一步一步教唔用嘅畫。哦，對陣嘅樹一步一步嚟教你嚟畫。係。你想同一步一步把個線風，我哋嘅布喺上面，佢哋壓線出嚟用嘅。係。簡單嘅把纏繞畫安尼技術帶入去以後。
你这个学生的反应很样的。其实，他最后就发现压线变简单了。好。你的意思就讲，你先教学生的画，画完的，伊就可以摕补方来画。嘿，啊，在美法先生，头先讲伊个最神奇的伊个过程，就讲，摕教好过程里边，伊发现到学生的唔会画图，可是伊用了伊个新的方法，冇想到有新的方法，变成伊后来另外一个新的兴趣。休息一下，等下我们再过来。可是，跟你这个画有画出兴趣了。有哦。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亮点。特别的地方。可是本来头东来画茶的地方，变成一点来特色的。对，会变特色。那就好像我们人啊，是不是有的人会长个那个痣？那你就很容易认出就是他啦。所以人生没有完美，但是那个不完美会变成你的特色。反映過來，啱樣方法，除咗我哋美法先生同人講，而呢度嘅計計也平補嘅學生係唔曉得壓線嘅問題，佢就搞一點陳老八。美法先生，陳老八我幾難喎？先看你嘅作品，你畫得出來嗎？畫唔出來，幾難嘅。其實老師一步一步教我就變簡單嘅。可是連我哋都唔曉畫圖嘅人，如何畫得出來嘅時候？纏繞畫佢先特別嘅地方就係唔會畫圖嘅人，5分鐘就學一完。5分鐘都可以。好，剛我哋嚟試看看啦，好唔好？好啊，好啊。剛我哋先準備埋個東西，我看到有一啲安尼嘅紙裡，安尼紙樣度。紙磚。紙磚。咁呀，像安尼紙磚係用來做乜嘅咯？因為唔會畫圖嘅人唔本佢太大張的紙他會怕。係啊。唔對幫忙嘅。對啊，細種嘅輕好學。安尼。嗰時也紙磚，佢做乜一定要正方形咯？正方形拿起來就做得畫，唔是安尼像我平用嘅安尼。嗰時看好來變成講，而唔是講哪係頭，哪係面，哪係。纏繞畫沒有方向性。冇方向嘅這樣嘅。還有纏繞畫按簡單圖就係，你唔是畫人啊，木嘅啊，茶嘅啊，唔是，就係一係線條。係好啊，咁我哋今日嚟教藝，好啊，一步一步嚟教藝。好。人如有5筆，有一種字，按你做得畫喲。好。一開始唔想，我用嘅畫筆唔對係嘛？唔對。人拿鉛筆，鉛筆，同佢圈起來。停頓也要四個角，去看上來係咪？喺方面，有一個方面就會放心。冇會強啊，暗啲畫到愛會好啊。好。你睇人拿幾筆？5筆。我講輕簡單嘅。好，最簡單嘅。人呢一擺就畫2條線。切線，畫下去。斜切線。青菜我用嘅畫就做得。過來人轉一下。高畫，畫2條線，唔過我注意哦，你要畫好嘅我你後背高去，你後背高去。對，後背高去。好。我畫出來嘅。用板又可以搓係冇？唔怕。唔怕哦，可是按你屯時人畫個冇咁樣嘅呢？冇咁樣冇怕啊，人就做得上講唔係畫拍的圖樣。好，安尼咪好。咁我哋細細啲，還是練下一下。我有啲學生佢會講，先生我畫唔錯嘅，我冇愛丟掉。係啊，我頭先講我哋，但係我哋哪一種新嘅字嚟畫呢？
唔上课喏，因为咧生活吼，迄做唔措施诶，做得讲，我来做唔措施，我无爱记嘛。唔可以啊。做唔得啦，因为要去面对问题，好啊。所以我们在画缠绕画的时候不怕错误，我们要学会面对它。可是我哋屯老师把个无空样诶，唔怕，我还是可以填的屯路抄诶。唔係唔嘛，我係我啊，我有我嘅生活方法，你有你的方式。好。啊，粗细唔做得同我无空样，好嘛？好。因用嚟判法，嗰一畫，係，好了。我刚才就空样吼。猪做的，好，有粗有细都可以哈。看到，หัดไว้โย 呢只图样吼叫名哦，叫做立体公路。好，普通係在加嘅兩條個 U 嘅線，本來想講安尼即個隨便畫嘅東西，冇想到會畫一啲名嘅，係啊，叫立體公路。呢只圖，係立體公路。安尼看落嗰種，我哋呢個路況吼，有嗰度有啲會睇嗰上面呢，有啲個大廈嘅對，很像高架橋的感覺。好，家下我唔錯嘅吼，因為吼我教伊咧方法，做迄個安尼，愛4個角落嘛，吼，畫3個就好，其他全部塗黑。哦，你把我老師同我教你講，我把我塗畫唔錯嘅地方，好，我都提畫一啲強強呢，然後加一啲亮點、一啲反光嘅地方啦，吼 ，OK。對。像畫安尼圖形嘅時間，可以彈熒光冇？做得。因為彈嘅音樂吼，冇計唱歌嘅，冇唱歌嘅，冇用音咧上音咧，係，因為我哋咧心思會聽到伊咧唱歌嘅。係啊，因為做一些輕音樂，做得咧。啊，畫圖嘅時間吼，我要專心，好，你看，我現在在塗黑嘛，啊，你就把那個專注力放在塗黑上。嗰時初到本來畫茶嘅地方，老師講誒，用嘅地畫一啲字誒，加一啲反光嘅地方。你看，初到畫茶嘅地方，就變成一啲穿珠用嘅東西誒。這個哈就是告訴我們生活當中，如果遇到一些問題，我們去面對它，然後我們在畫作裡面可以把它變成一個亮點，特別的地方。嗰時本來初到畫茶嘅地方，變成一啲係特色的。對，會變特色。那就好像我們人啊，是不是有的人會長個那個字？那你就很容易認出就是他啦。所以人生沒有完美，但是那個不完美會變成你的特色。係呢吼，你看好了，真是單字體畫圖，但是你畫圖底本嘛，你想到嗰度延伸的一啲雜學題啊。係。啊，老師給他桌面上面嘅東西，係咪有乜嘅無同樣嘅一啲意思呢？我本看哈，呢一張圖哈，很容易畫錯。就是塗色的地方。好，我看呢有一個莓果。係，一啲法用嘅。你下輩就會畫唔錯嘅。好，畫唔錯嘅地方。哦。那有別的圖樣可以蓋上去。那大家就會想，有個莓果好可愛哦，你怎麼會想到這個創意？那這個就是畫錯得到的結果。嗰時本來係一啲唔錯嘅地方，但是變成一啲最強嘅地方嘅。係啊，好，你過來看呢啊，有一些小珠珠，對不對？對。啊，那個畫線條突出去了。哦。可以用小黑珠去裝飾它。嗰時唔啲人嘛講到講，一做嘅裝嘅神奇啊嗬，你對個地方嘅圖嗬，原來係畫唔錯嘅。對。我想講哇，畫安逸嘅地方，一天會常會畫唔錯。還有了，我看呢種白色的，白色的。係白色的，係啊。因為糊糊呢。你拍現場一開始，你想要做一啲黑白嘅對比吧？唔係。
我本来画了中间，还有心形哈，旁边还有花纹，嗯，我不喜欢。哦，唔好，我就把它涂黑。一般来说，唔好啊，就录直接的去。嘿，可是涂黑之后再用白色笔画。哦，我速度变成无 Q 用的一种图形呢。对，所以缠绕画它教会我一件事情，就是遇到不好、不喜欢的，我们不用丢弃，而是去面对它，去想办法，去解决它。嘿，所以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哦，真是。啊，当一开始看到一种图的时候，你想讲啊，一种图迄面要显大胆。譬如讲那一片要五色，吼，佮底部向心冲用的地方要拍色。冇想到老师讲，其实佮五色的带还以前画唔错的地方。嘿，模粉不喜欢。唔好诶，但是其他画的，一直打五代以后，用拍色的笔画，一大个画个过奖诶。系啊，后来我就亲粉影，喜欢这张作品。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有一些问题，我们学会面对它，然后去转化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它就会变成我们心里的一个礼物。咁呢，我看下你图形啊，吼，有一啲问题想要问先生你讲，像你图形里边有的係出線，有的地方係人強嘅，呢種兩種嘅東西嘅心理嘅嗰種情形係咪冇相同？对我是冇相同。很用的一種冇相同。像俩最近哈，我心里比较烦。我就亲了画直线。就没有图形哦。就是直直的线。我觉得可以梳理我的情绪。我心情不好，但是画完之后心里会舒服一些。感覺到嗰種畫出線可以把自家嘅嗰種冇心情體全部都畫起來那種感覺。跟眼前的喏，圓圈有時候會很開心啊。譬如說心情很好的時候畫一朵花。哦。先對畫眼前的，後來等對眼前的畫變一朵花。圓圈，然後再5個圓圈，就一朵花了。可是雖然係一個簡單的纏繞畫，但是唔管伊係線條還是眼前的，伊其實代表嘅係無強嘅一種心情的狀態。休息一下，等下我哋請美髮先生，我同人講嗰度纏繞畫嘅故事。嗰時最近從我畫線條。係啊，我心情好好啊。那纏繞畫裡面，它有一個叫做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這個概念。所以有時候遇到一些事情，我們換一個角度，來學習就不一樣了。分享過來啱用方法，美髮先生，從中我哋畫圖嘅時節，感覺到見畫個好心見親。咁人喺教我哋嘅纏繞畫嘅過程裡邊，有乜嘅個有神奇嘅一啲故事嘛？我都講感覺到俾人印象會沉嘅故事。有親頭故事哦。係啊。有一擺過年前，我頭家叫我轉來開會。前一天我就在給他學纏繞畫，聽日他就開會一整天，那開會自己講只有一點點，其他時間要聽別人說，那他怕打瞌睡、打呼就不好意思了，他就說，我剛學會纏繞畫，我可不可以在聽別人報告的時候我畫畫？那晚上他回來就跟我分享。他說：“我在畫畫的時候，我發現我的耳朵是打開的，我可以聽到別人跟我分享什麼事情。我心裡就想說，那很多小朋友在學校讀書，老師在上課的時候，他在底下塗鴉，是不是也有這個效果呢？也許他都聽進去了。這是第一個故事。可是你同我講，你要要欣賞，係囤年學還是囤？你要調價囤學還是囤拼年學？”拼音嗬，嗰時我還蠻認真，是同我前來學欣賞學，
我计个感觉真好，所以2014年我做同样模的，恐下去美国参加认证。我感觉吼，教人吼，拿到证照比较好，比较理所当然。嗰時幾時只唔係無親自教伊，嗰時能力上恐下以前線上學都差個啦。嗰時學嘅時節，你快啲都發現到，喺快啲聽人講話嘅時節，如果講這個，我讀唔衰，嗰時都見好見吧，但是也有談到聽人哋講話嘅東西。因為專注，耳朵就打開。嗰時頭前有講到最重要一點都講，我哋有時節我看到聲音咧，嗰種你見畫圖，其實有啲義工可能有啲談哦。係啊。有啲義工其實有啲談，因為其實也係一啲讓我講訓練專心嘅一啲方法。係專心。咁你話有聽呢個故事嘛？有，我啲學生啊，教佢畫那彎彎的線，他不會。由下往上，他不會。我就突然靈機一動。我說：你要不要轉過來？然後變成寫一個6。他突然就會了。他說：老師，好神奇哦。那纏繞畫裡面，它有一個叫做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這個概念。所以有時候遇到一些事情，我們換一個角度，來學習就不一樣了。我哋常常來談到也記法啦，山不轉路轉。可是我哋不想講乜嘢山不轉路轉，但是看後來對纏繞畫地位，我哋會發現到講，嗰種我哋冇辦法對上面畫下來，我哋還可以對下面畫上去。對，轉一啲角，你都可以過迅速。對，那不止上下，你也可以左右顛倒試試看。右手畫不行，換左手，都可以試試看。你像頭都先人講嘅，其實頭都嘅轉嘅地位冇方向，唔想一樣嘅畫。我用個開始，好，我們從人畫，以前在對伊的正面，好，我們可以相反畫嘛。但是畫纏繞畫嘅畫，那對那邊開始就可以。對，還有一個哈，輕重要的就係哈，我去觀察自己，哈，從矮啊畫出線啊，由上往下，有的人就叫做由左往右，你可以跟我不一樣。嗰是冇一啲天板嘅方法。冇，你做喺本人學習到，唔係我，我係我，我了解自己。唔做事有我嘅辦法，我有我嘅辦法。做得好就好嘅，不必按照我的方法。人冇同樣啦，每一個人都冇同樣。有啲人可能對左片畫到右片，有啲人可能對右片畫到左片，但是其實全部同樣嘅。畫出來都可以嘅。對。今日節目都更加好，我感覺到講，其實美髮先生一生啊，佢想其實係有一條線去綁上來的。對一開始，我哋發現到講，美髮先生喺做平步以前，而喺喺做人力資源、做潛能開發的一個公司。後來你開始做平步，然後喺平步呢，因為教也學生嘅用嚟去做壓線。嗰時候就開始搞纏繞畫，但是呢，我發現到一件事情咧，感覺到講一全部嘅事情都得講一件事情，你講因為你得解決你自己嘅問題，係咪？有咁嘅感覺冇？有，去學到青島嘅方法，去陪伴自己，去解決自己的事情。我講一下我最近心情唔好。因為我頭家同我分開按久，佢咩會寂寞，後來佢同我講佢有新嘅朋友，講我同我離婚，我聽到講一下，我給佢救，好彩我有學到啲纏繞畫，我就用畫圖去整理我的思緒，然後。從拼布裡面，我也去學會建立自己的自信，所以，最近我有發展新的作品，就是這個，有咩新的作品？我利用呢個方法，去表達我自己，就是最近的一個心情，那我的整個
先生谈离婚的过程当中，我如何跟他面对，然后如何对谈，还有就是我如何跟我自己在一起。我想要把这个整个过程做成一个作品，那我不会觉得谈离婚是一个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失败，而是成为让我整个人可以变得更好的一个奇迹。我哋第一個唔簡單的事情，其實一啲事情嘅過程係最難的。而且我哋有常常我感覺到講，其實過程係最難過嘅。我哋常常面對一啲困難嘅問題嘅時間，其實唔係最慢嘅結果幫我哋達到，係過程過唔去。但是從美發先生咱嚟講，嗰種睇下過程地位，你以前學過嘅東西，我讓我講咯。全部你的人，全部都過來聽說。對，在幫助我。那其實我不想離婚，我就在想，我可以為這件事情做什麼改變，是可以挽回他的心，就像背影一樣，我希望他回過頭來。那在纏繞話裡面，我在找方法解決。我先把目標確定，我不要那個結果，我去找一些方法去做一些改變。好，就好像我們剛剛畫圖有沒有畫錯了沒有關係，那我有沒有一些方法去解決它，改變我現在啊？譬如說我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點啦，讓他覺得老婆不老，或者是說我可不可以讓自己活得更有自信啊？或者是說我可以接受任何的狀況，最後的結果不管怎麼樣，我都可以很有自信地繼續活下去，讓自己快樂。這個都是我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離婚對幾多人來講，一談到嘅東西，心情一定會亂。而且一天嘛，我想到講，到底我哋最尾我行到乜嘅一啲結果。但是今日我哋本來來講，一啲纏繞話嘅一啲過程裏邊，我哋發現到美發先生用伊一生人嘅心思，唔單止把這個人生行出嚟無窮樣嘅一個風景，伊嘛解決自家面臨嘅問題。亦都對幾多藝術創作人來講，其實佢創作嘅本身都會解決自家嘅問題。今日非常歡迎，感謝美發先生來參加我哋節目。多謝。謝謝你。暗用方法，我哋下禮拜見。嗰時將來嘅東西作為。從一個一個嘅馬賽克拼布，到一種一種嘅纏繞畫，看似正正方方嘅格嘅，睇美發先生用生命嘅熱情，唔單止解決了學生嘅問題，嘛改變了自家嘅個性，嘛把自家嘅人生拼出一條無窮樣嘅路。